係因為我哋中國人上一代係好艱苦㗎。因為我們中國人在上一代是非常艱苦的，所有嘅因素令到我哋嘅父母、我哋嘅再前兩代嘅生活非常艱苦。各種因素使得我們的父母以及前兩代都很辛苦，所以我哋係承接咗嘅嗰一種刻苦，同埋逼自己要時刻準備好，要迎接挑戰嘅一個基因。所以我們承接了一種刻苦的，要時刻迎接挑戰的這樣的一種基因。呢個都係中國人豐盛課題入邊一個最大嘅一個卡點。這是中國人在關於豐盛的課題裡面最大的卡點。我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，我上一代嘅辛苦就嚟到呢一度啦。我上一代的辛苦就到我這裡為止吧。從我呢度走出一個新嘅領域。從我這裡走出一個新的領域。真正嘅孝順係活好自己，跟住你就會從底層嘅能量向上影響。真正的孝順就是活好自己，然後從底層往上去影響。咁樣你先能夠真正令到父母能夠過上好嘅生活。這樣才能真正讓父母過上好的生活。我哋有啲朋友佢嘅父母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，移民咗去天堂。那有些朋友他的父母已經離開這個世界，移民到天堂去了。但係正如佛家所講，你喺呢個地上面生活得好，你天上面嘅親人都會受惠。那麼正如佛家所說，你在這個地面上活得好，你天上的親人也會受惠。嚟到呢度，我哋就俾自己喺呢一個位置重新走個新嘅步伐。來到這裡，我們就允許讓自己重新走出一種新的步伐。允許自己豐盛，允許自己豐盛，內裏係一個豐盛嘅吸引力，你先能夠吸引從祖先而嚟嘅能量。內裡起一個豐盛的吸引力，你才能吸引祖先的能量流進你這裡。